Hello，我係寶榮醫師，歡迎大家嚟到漢興中醫常用中藥系列嘅教學。今日我哋嚟講一講一種非常實用嘅中藥材桑葉。今次我哋就由桑葉呢個角度入手，深入了解一下。講起桑葉，大家可能第一時間諗起秋天落霜後，街邊嗰啲桑樹葉會變得好黃，好似金子咁耀眼。不過，除咗做景外，桑葉其實喺中醫入邊都係一個非常重要嘅藥材。桑葉喺我哋嘅《神農本草經》入邊已經有提及。好多歷史典籍都對佢嘅功效略有描述。佢唔單止係一件養生好幫手，更加係治療感冒、咳嗽、頭痛等常見病嘅好幫手。桑葉味道淡淡嘅性寒，有助疏散風熱，同時清肺潤燥。喺現代都市生活，大家都經歷過咳嗽、咽喉痛嗰啲問題啦，呢啲就可以考慮用下桑葉來食療或者作成湯藥，幫助身體散散火。尤其係風熱感冒初期，輕微發熱、喉嚨痕或者咳嗽，桑葉配合其他藥料，效果會更加明顯。咁我哋嚟詳細講一講桑葉個性味啦。佢甘苦寒性，主要歸經肺同肝，咁唔難理解，因為中醫講肺主管呼吸，肝就掌管疏泄。喺風熱引起嘅內外症候中，桑葉正啱對應到呢一啲部位。講到佢嘅功效真係幾多，疏散風熱、清肺潤燥、平抑肝陽，仲有明目止血。你諗下，經常感受到頭暈、頭痛、眼睛紅腫或者咳嗽喉痕，可能都係肝火旺、風熱上攻嘅情況。用桑葉係一個不錯嘅選擇。我哋唔好忘記，桑葉除咗用嚟應付早期感冒外，喺治療肺熱咳嗽、燥熱傷肺方面都好有效。舉個例子，感冒發熱、咽喉痛、口腔乾燥，甚至乾咳、少痰，呢啲情況都可以用桑葉嚟調理。搭配苦杏仁、沙參、貝母，能夠改善咳嗽、化痰，效果好到不得了咯。另外，高血壓或者肝陽上亢導致偏頭痛、眩暈，都可以用桑葉平肝降火。特別係頭痛眩暈，喺中醫長遠嘅療法中，桑葉都喺常用之列。配合菊花、石決明等，可以抑制肝火，令你頭腦清晰好多。對於眼睛紅腫或者暗沉，桑葉就係明目嘅好戰友。佢可以清肝火、滋陰、改善視力模糊、視物分花問題嘅。尤其喺長時間用眼睇到太多電腦屏幕嘅時候，飲點桑葉茶都有幫助。而且配合黑芝麻食用，可以滋補肝腎，雙方面都受益。唔止呢啲，桑葉仲可以用嚟止血，譬如咳血、吐血、鼻血。喺中醫入邊都可以用桑葉作為輔助藥，涼血止血，效果佳。再同大家講多幾個炮製方法：炒桑葉、蒸桑葉、蜜桑葉。炒嘅時候用文火慢慢炒至微焦，咁可以增強疏散風熱嘅效果。蒸桑葉則可以去澀，增加滋潤潤肺嘅作用。話說用蜜炒出嚟嘅蜜桑葉又係一大補品，特別係乾咳、肺燥，食完都舒服。喺配伍方面，桑葉好多時都會同菊花一齊用，因為兩者都能清肝明目、疏散風熱。又或者搭配桑枝，以清瀉肝火，配黑芝麻，可以滋陰明目，或者配紫蘇子、枇杷葉，化痰止咳，咳得舒服。你哋平時如果想用桑葉，建議成人用量每日5到10克，煎水飲用，或做成丸散，喺飯後1個小時服用比較好。當然啦，如果你係體質偏寒、手腳容易冰涼，又或者孕婦同小孩，就要特別小心，最好係醫師指導下使用。喺我哋嘅生活中，桑葉唔單止係一個藥材，更全係一個幫手，幫我哋保持身體嘅平衡。好多慢性疾病都係由內火旺盛引起，用啱桑葉就可以幫到手。大家有冇啲咩經驗或者問題想分享，又或者想知點樣用桑葉嚟調理自己嘅身體？歡迎喺下面留言啦！用中醫嘅智慧，咁生活就會更加健康快樂。喺今日嘅教學內容入邊，大家都學到咗點用桑葉嚟應對風熱感冒、肺熱、肝火旺、眼睛問題，甚至係血液出血問題，仲了解到點樣安全炮製，甚至搭配其他藥材，效果會更好。講到呢度，我都想話，現喺疫情過後，大家都開始重視身體免疫力，喺日常生活中加入中藥調理，係一個非常聰明嘅做法。桑葉就係我哋保健品箱裏面不可或缺嘅一員。
好啦，如果你鍾意我今次嘅分享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、點讚同分享出去，俾更多朋友一齊學習中醫嘅智慧。期待下次我哋再一齊探討其他有趣又實用嘅中醫知識。下次見啦！